哇，有筍盤啊！咁總價100萬咧，買中山南區豪裝版樓大3房單位，咁贈送超大露台嘅，咁單價咧僅需9500蚊一平方嚇，咁10分鐘咧可以到達中山嘅市中心嘅，咁樓下衣食住行配套咧係一應俱全嘅，咁一齊過嚟睇下。嗱，我哋依家上嚟睇嘅咧就係115平方嘅一個交樓嘅標準嚇。嗱，佢交標係非常之高嘅嚇。嗱，咁左手邊咧就係佢嘅餐台嘅位置啦。一個回字形嘅廚房3件套啊，呢啲全部都係交標嚇。呢度預留咗個冰箱位。南北通嘅，咁佢呢度咧個陽台係有一半嘅贈送面積嘅嚇。呢度可以放一個洗衣機。呢度係個客廳。呢啲全部睇到嘅都係佢嘅交樓標準嚟嘅。呢個陽台夠大夠闊落啦嚇，睇嘅係內部嘅一個園林嘅景觀嚇。戶型咧都係板板正正嘅一個板樓設計嚇。再睇翻佢個房間，呢個空間係非常闊落嘅。呢個飄窗嚇都好大，可以將佢鋪平之後咧，可以擺一張1.5米嘅床，可以一直翻過去都係非常舒服嘅。整個榻榻米都可以瞓多一個人嘅。咁就係呢個就係佢乾濕分離設計嘅一個洗手間啦。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噶嚇。再嚟睇翻佢一個主人房套間先嚇。呢個套間嘅洗手間咧，主位咧係非常之寬敞噶嚇。呢個係3面落床嘅，睇嘅都係內部嘅一個園林景觀。再嚟睇埋佢另外一間房啦。咁呢間房咧就係賣套間嚟嘅嚇，可以做個客房或者長輩房啦嚇。咁呢度咧佢係整咗一個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嚇。咁呢啲都係佢個交樓標準。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贈送嘅面積啦。咁呢度咧佢有贈送嘅呢個面積嚇，可以用嚟種下花花草草嘅嚇，將兩邊封埋咧都可以嚇，用作係一個私人空間嚇。可以睇到係贈送面積係非常之高㗎啦。咁呢度咧，咁佢個單價9500蚊帶埋裝修㗎啦，現樓交付㗎嚇。咁總價咧都係100萬出頭就可以買到㗎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私信我啊，我發詳細嘅資料俾你睇下。OK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